乜話 ？Jam 同金秀賢同居？切，澄清咗啦，流嘢嚟㗎，拍廣告咋嘛？男神怕緋聞，金秀賢3招隔住 Jam。明眼人一睇就知同居唔係真啦，經理人亦一早澄清咗 Jam 事前都未見過金秀賢，而金秀賢嗰邊人哋話晒都係世界級男神，呢啲緋聞梗係避得就避啦。呢次去上海拍廣告仲使出3招防 Jam 添。第一招瞓酒店，金秀賢前日嚟咗上海住喺呢間位於浦東新區嘅上海金茂君悅酒店，同 Jam 住喺松江區一個東一個西，明顯分酒店避嫌。金秀賢星期3拍完自己戲瞓就即刻走人，為咗唔俾人見，佢啲保鏢同酒店保安大打出手添啊！巨星真係唔同啲啊！第二招佢合照，為咗唔想有廣告以外同 Jam 嘅合照，金秀賢嘅經理人申叔仲要求至少8個貼身保鏢，以防傳媒拍攝之餘，亦都唔會俾工作人員甚至 Jam 同金秀賢合照簽名。現場啲人眼金金得個望字，金秀賢真係仲威過賭神啊！第3招零交流，喺廣告拍攝現場，金秀賢全程都只係同外籍導演、自己助手同經理人申叔交流，眼尾都唔敲阿 Jam。話晒佢同 Jam 都有對手戲啊，打個招呼都要啩。期間 Jam 一度以為金秀賢行過嚟同佢打招呼，點知原來只係揾位坐。Jam 唯有向經理人尷尬傻笑咯。金秀賢3招隔住 Jam， 咁 Jam 又點睇呢？佢經理人就話：得㗎，語言不通咯。佢唔識講英文咯，係啊，冇乜交流，係啊。冇交流會唔會失望啊？我哋全部人都未睇過套劇嘅，其實，所以我哋其實唔係好知佢係邊個嘅，真係。係啊，我哋淨係知道人，即係廣告公司話俾我哋知佢係而家好紅嘅一個演員咯，係啊。真係冇交流零溝通咁喎，唔怪得知金秀賢拍完咁快就閃人啦。